大家好，我係黃仔，我哋主要賣南貨，有乾瑤柱、花菇、雪耳等等，每樣都有唔同成本同保存要求。面對咁多貨，要點樣先可以計得準存貨嘅成本同價值呢？今日就一口氣講幾個重點方法，方便大家跟住做。以雪耳為例，今個月我哋分3次進貨，每次單價都唔同。要知道存貨成本，就可以用加權平均成本法 （Weighted Average Cost Method）。首先要計算每件平均成本 （Average Unit Cost）， 即係 Total Cost over Total Quantity。Total Cost 就係第一次買50斤，每斤120蚊；第二次買30斤，每斤130蚊；第三次買20斤，每斤104蚊。Total Quantity 就係50加30，再加20 kg， 所以係每 kg 127蚊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唔同批次、唔同嘅錢嘅貨，用比例撈勻，再揾個平均嘅價。存貨總值就係等於 Unit Cost 乘以 Total Quantity。平時我入貨嘅上等蓮子，每斤成本12蚊，售價照常理都應該高過12蚊啦。點知過咗中秋節，啲蓮子賣唔去，仲有咁多貨，唯有減價賣出去啦。原本18蚊1 kg 散賣，依家打算7折益街坊，用膠袋包起，每個膠袋包裝要成1蚊。睇返存貨按成本與變現淨值屬低法 （Lower of Cost or NRV） 嗰段片，解釋咗 NRV 係由預計售價減去為咗賣出要付嘅額外成本。所以每 kg 嘅 NRV 係18蚊乘 70%， 即係12個6，再減埋膠袋錢1蚊，即係11個6。咁即係仲低過個 cost。喺呢個情況，本身蓮子嘅存貨係以 cost 12蚊記錄，但係而家 NRV 只係得11個6，即係代表我買1斤就會蝕4毫。唉，真係肉赤。根據穩健保守原則 （Prudence Concept），assets 同 profit 呢啲好嘢就唔可以 overstated。要蝕嘅就蝕咗佢先，因此存貨要按 lower of cost or NRV 嚟計價。所以我啲存貨每斤要減值4毫子。伙計點數，倉入面仲有50 kg 存貨，即係一共要減值20蚊。有時我哋會先將貨送去客戶度，例如餐廳、酒樓，等佢哋試下先，再決定買唔買。又或者攞啲豉油去其他鋪頭寄賣。呢啲就叫按銷售或退回方式送交 ，sent on sale or return basis。如果客戶覺得適合，就通知你話正式買；如果唔啱，就可以原封不動退返嚟。喺客戶未講我要買之前，法律上個貨主仍然係你，公司仲要負責呢批貨。Inventory sent on sale or return basis 嘅重點有3個：貨喺個客手上，佢一日未確認要啲貨。擁有權仲係你，風險同責任都係你嘅。客戶有選擇權，佢哋可以買，可以退，完全由佢哋決定。要等個客正式講買咗，先可以確認收入。對於會計處理，可以睇下呢個表，因為 inventory sent on sale or return basis 可以係俾個客，亦都可以喺供應商嗰度攞嚟。如果係送俾個客，實際位置就唔喺我哋貨倉。如果佢未話接受呢批貨，法定擁有權應該屬於返我哋，因為貨倉當時係點唔到呢批貨，所以應該加返落去 inventory valuation 度。相反，供應商俾啲貨我哋，而家擺咗喺我哋貨倉度，但係如果一日我哋未確認話要，都唔屬於我哋，所以要喺 inventory 度勾返出嚟。盤點嗰陣，伙計平時淨係掃眼前見到嘅貨，未必知貨係邊個，就係因為咁，先要喺盤點之後做 adjustments。確保存貨反映緊法律上真正擁有權，呢啲就係點解我哋要作出調整嘅原因。俾個例子大家，2017年10月31日 ，Teresa Company 嘅存貨值為33,445蚊，之後發現咗：一、當日成本12,000蚊嘅存貨有輕微損壞，需要4,700蚊修復，修復後將以10,500蚊出售。二、2017年12月，售價為6,000蚊嘅 inventory sent on sale or return basis 俾個客。呢個客喺2017年12月31日通知公司有意購入80% 嘅貨品，而餘下嘅存貨未包括喺2017年12月31日嘅 inventory valuation。
所以當日 Teresa Company 應該有以下嘅 adjustments。第一點講嘅係 lower of cost or NRV，cost 為12,000蚊。NRV 就係10,500蚊，減去4,700蚊，等於5,800蚊。將12,000蚊與5,800蚊比較，就知要減值6,200蚊。我哋寫個減號先。第二點講嘅係要加返個客唔購買餘下嘅20% 貨品，因為啲貨喺個客度，所以盤點嗰陣時係點唔到，亦都解釋咗點解啲存貨未包括喺 20X7 年12月31日嘅 inventory valuation。所以要加返落去，用 statement 嚟計 adjusted value of inventory 就會係咁。今日主要講解 inventory 係要以 weighted average cost method 嚟計價。若果存貨喺計價當日需要調整，就要 add a lower of cost or NRV。當 NRV 低過 cost， 要即時將差額做減值。而 inventory sent on sale or returns basis。喺邊唔重要，法律擁有權先決定要唔要計入存貨。下一集會再講如何喺記錄唔完整嘅情況下計存貨，例如盤點日期唔係月尾，期間入貨出貨要點處理等等。多謝收睇，搞掂 BAFS，隨身學，隨身聽。